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哪里？教育部的台语教典无收这个词，不过教育部有推荐用字，就是这两字哪里？哪里是啥意思呢？扯皮聊天、拉脚筋、插科打诨、天南地北、言不及义的乱扯，台语拢会使讲哪里？像讲一群老朋友真久无做伙咯，大家啉酒唱歌、哪里摸卫生，讲甲真欢喜。阮这个班长真心识，真有人缘。自读高中的时阵，就真够哪里。这个6、7个月大的囡仔囝，爱甲伊摸哪里，安尼囡仔较快学会晓讲话。哪里啦，菜去哪啦咧，无会臭火搭。菜要搅拌搅拌才不会烧焦。你若卖里遐辣，因就袂冤家。你不要挑起事端，他们就不会吵架。要咱进前讲过，吵辣、吵闹、怕辣凉、闲扯淡、乌面辣杯、黑面皮露、吵架辣架、吵架辣体，吵得家里不得安宁，拢是这字辣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辣咧，实在真趣味。